观身性相，犹如虚空。观我们身体的相、身体的性，跟虚空相应。这个是上升的四面。然后观受不在内，不在外，处中间。没有内没有受，外也没有受，中间也没有受，完全都是空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造业？就是把受当成实实在在，对受实实在在，然后就会喜欢讨厌，然后就会有些放纵，业就已经放下。所以那个上升的四面观受